现代第一版圣经《哥林多后书》第4章。既然上帝有怜悯阮，将即个职务交托阮，阮无失志。阮放下一切无爱人知的见笑代，无做欺骗人的代志，无歪曲上帝的话，只有伫上帝的面前公开显明真理，来叫醒众人的良心。阮所传的福音，若有惹坎，互人无清楚，只有对遐个特要沉沦的人惹坎若定。因毋信，是因为即世间的神明，互因的心目失明，袂当看见福音的光。即个福音在见证荣光的基督，基督是上帝的形象。阮毋是传家己，是传耶稣基督是主。阮家己因为耶稣的缘故，做恁的仆人。迄位命令光对黑暗照出来的上帝，就是用光照咱内心的上帝，互咱认捌伊照伫耶稣基督下面迄个荣光。不过，阮是土造的器躯，内面有宝贝。要表示迄个至大的能力是属伫上帝，毋是对阮出来。阮常常拄着逐款困难，毋过无屈服；拄着绝境，毋过无绝望；受着困迫，毋过无受放杀；受拍倒，毋过无跌到死。阮不时带耶稣的死伫阮会死的身躯，互耶稣的活命嘛通伫阮的身上显明。阮活伫世间，为着耶稣的缘故，时常拄着死的危险，通互伊的活命伫阮即个会死的身躯显明出来。安尼，死伫阮的内面在发生作用。毋过，活命伫恁的内面在发生作用。圣经讲：“我有信，所以我才讲。”根据即款信仰的精神，阮嘛信，所以阮才讲。阮知，互主耶稣搁我的上帝，嘛会互阮甲耶稣同搁我，搁带阮甲恁做伙到伊的面前。这一切拢是为着恁，是要互搁较侪的人得到上帝的恩典，通显搁较侪的感谢来荣耀上帝。因为安尼，阮无失志，虽然阮外在的人渐渐在衰败，阮内在的人却日日在换新。阮所受即个暂时搁小可的艰苦，是要互阮得到袂通比搁较大永远的荣光。阮所重视的，毋是看会到的，是看袂到的，因为看会到的是暂时，看袂到的是永远。